如果喜用神喺呢兩條柱嗰度咧，就係、是、少年嗰度好噶啦，出身嘅家境好嘅。如果喺日柱呢度咧，就中年時分好，或者嗰個婚姻生活好。如果係晚年呢個時分，時柱呢度晚年嘅時分，晚年好，同埋咧或者兒女質素好，子女孝順孝義咁樣睇嘅。咁八字上我哋需要揾用神噶，我哋需要揾喜用神。已經知道個八字咧，佢金咁多啦，將金點樣嚟運用咧？好似你屋企咁，成屋都係黃金，你唔攞出去使啊，你變咗失時夾馬，啲金係冇用噶嘛，啲金要攞出去使先至產生效益噶嘛。所以咧，用金嚟生水，即係泄壽、吐壽。所以呢個八字咧，以水為喜用神嘅。嗱，我哋分中上下級數嘅八字。如果個用神存在喺個局裏邊咧，就中上級；如果個用神係冇存在喺呢個局裏邊咧，就中級。如果個八字裏邊冇用神嘅，甚至冇咧有壞神喺度存在破壞嘅，就下級。咁我哋分上中下級。我想重多次講，記招。得就講一次啦。如果個八字咧，我哋一定要揾出個用神，揾出個喜神，同揾出個忌神嘅。其實八字咧三部曲，定格局、捉用神、明喜忌。定格局就係睇下個八字究竟係乜嘢格局，先至嚟點樣取捨，係正格論命啊，定抑或係特別格局論命咧咁。特別格局咧個就係過強過弱，而考慮佢需唔需要變革。如果佢變革得成，咁就係特別格局。咁如果變革得成，就用翻正格論命。嗱，我哋知道呢個八字，佢本身係屬金，天干呢度有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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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三合亦都產生金，咁個八字全金㗎啦，只係爭呢個破壞嘅啫。因為有個木喺度，令呢個木咧就令到呢個金局咧受到衝撞，裏邊有一物而破格，呢個叫做假重格。唔係真重格，因為真重格咧連少少阻滯都冇嘅。但係你呢個木，你都話人係木，除非合化咗佢，合化等同木，但係冇合化到，因為人就係木。整個八字裏邊全金一點木，嗰點木咧就自然會同呢個金咧產生相沖相克嘅。裏邊構造上有相沖相克，例如一個國家有人反對你，而起革命，咪有內戰咯，好似利比亞咁樣。利比亞嗰啲人民就反對個總統，又有產生反對政府嘅義軍，又有政府軍，大家對打，個國家咪唔理想。如果個國家就係一片祥和、上下一心嘅，個國家都會強嘅喎，好似日本咁樣啊，好忠心嘅喎，日本人上下一心嘅喎。所以日本就會強，所以呢度咧有一個物體喺度咧，就阻住個局咧，叫做假重格。我哋點樣分真重格同埋假重格咧？真重格嘅咧就一啲阻滯都冇嘅，而假重格咧有一個阻滯之物而阻，亦都冇辦法阻得到佢重格嘅，就叫假重格。如果呢個物體足以阻住呢個格局順從嘅咧，就唔係重格啦，直情係正格論命噶啦。用翻正格論命，用翻正格論命咧，就以日元嚟計咧，就拼落去其他7個字咧，就產生平衡先得嘅。過弱過強咧係唔理想嘅，嗰個就係正格論命。但係而家呢個全部都係金，上下呢個人木頭上有金，而且呢個周邊咧都產生金局，呢個人咧就連根都拔起佢噶啦。呢個人咧就冇辦法喺呢個局裏邊徹底生存噶啦，即係輕微地有少少嘅氣質存在喺度嘅啫。但係呢個輕微少少嘅氣質咧就已經淹沒咗啦，因為包圍住佢㗎。
就唔足以阻滯到呢個格局。呢、個格局咧叫做金剛格，凡係金屬金嘅格局咧就叫金剛格，或者叫重格格。因為日元係金，所以咧重格咧重旺的話咧就叫金剛格。金剛即係好光好強嘅意思。格局名稱就冇乜所謂㗎啦，任你點叫。既然第一步功夫定格局已經完成咗啦，定格局就係已經係叫做金獨旺嘅格局。第二步功夫係乜嘢啊？開始要深入㗎咯喎，叫捉用神。每個八字都需要捉用神嘅，你捉咗用神先至明起記㗎。用神係咩咧？八字需要用嘅嘢，好似呢座大廈咁，你唔知呢座大廈嘅本質係乜嘢，你點攞嚟用啊？你唔知呢座大廈究竟係住宅啊定商業，你根本你唔敢租呢座大廈嘅喎。如果你係做商業嘅，你明白呢座大廈係商業大廈㗎，你咪攞嚟做商業咯。你唔會懵到你呢座大廈租咗先至又想做住宅，做住宅嘅配套啊唔啱咯喎。又冇廚房，又冇剩噶咯喎，所以我哋要知道嗰個格局本質係乜嘢，然之後捉用神。捉用神就係點樣用呢座大廈，點樣運用佢，點樣運用呢個八字。我哋定咗格局啦，知道呢個格局金剛格，凡係過旺咧、極旺咧就宜泄，而去泄佢嘅，可以泄佢嘅咧就用水嚟泄佢。金生水，泄咗嗰道氣，咁就係需要水咯。咁即係話佢嘅用神咧就係水，用神係水。但係有一點，因為咧佢係12月出世嘅，天寒地凍喎，變咗金寒水冷喎，又怕唔怕金寒水冷嘅問題咧？咁如果怕金寒水冷嘅，用火得唔得咧？咁嗱，千祈唔好用火啊！一用火咧就正面衝突，同呢個格局衝突㗎啦。以正格論命嚟計咧，佢係金寒水冷，就需要火嚟取暖嘅。所謂調候為急，但係呢個金剛格咧一遇到火咧就崩潰啊，所以唔可以掂到火。即係重格就唔可以以調候為先嘅，因為你要權衡輕重。如果佢可以暖，稍為暖少少，而唔會導致佢正面衝突嘅咧，就可以取暖土、暖嘅土，呢啲燥土。嗱，呢啲燥土未係燥土，行呢個未運咧，可以暖到個局，咁就無妨。如果直接用火咧就唔得啦，火會燒咗個金，就正面衝突。所以咧，佢需要調候，但係唔係用火嚟調候，用火咧就唔得㗎。所以既然又唔可以用火，就所以得一又唔得一，梗係要避重就輕啦。如果直接用火的話咧，佢個格局咧瓦解，但係可以調候，就係一瓦解咧死都有份。所以咧就得一唔得一。呢個八字既然冇辦法用火嚟調候，就放棄調候，唯有取泄受。取泄受為好用，因為咧將金嚟生水，金一生水咧就產生作用啦。一產生作用咧，佢人生嘅理想咧就喺嗰度得到。但係佢冇辦法調候喎，一遇到水咧就變咗金寒水冷㗎喎。一金寒水冷咧就會影響到佢咩咧？影響到佢嗰個至親啊嗰個感受㗎喎。凡係金寒水冷嘅八字咧，第一會影響嗰個妻財子祿嘅，嗰個感情上嘅維繫都會受損嘅。八字裏邊過熱或者過寒、過濕、過凍，都會影響到家庭溫暖嘅，但係唔會影響到生死，亦都唔會影響到財運。所以呢個八字咧係金寒水冷，係冇辦法改變金寒水冷呢樣嘢。所以咧，佢嗰個六親狀況咧係冇人哋一般咁好嘅。但係如果取財運啊咁樣，只要大運順嗰度氣咧，
可以取到佢財運同埋事運噶啦。咁佢需要泄秀，需要泄秀咧就係要取水啦。咁八字裏邊有冇水？有水嘅，如果有一點水存在喺度嘅咧，佢足以泄秀，足以泄秀咧個格局咧可以俾佢大用。人嘅資質啊，嗰個才智啊都會提高咗嘅。但係帶出嚟嘅負面嘅咧就係加劇咗金寒水冷，金寒水冷一加劇咧就亦都影響到個婚姻啊感情嘅。但係八字裏邊而家冇水，佢唔係咁金寒水冷嚇。資財人員嗰度算唔算啊？唔算嘅，因為三合咗咧，資財人員冇咗㗎。呢個癸水失咗蹤㗎啦。三合咗變咗金啦，全部變咗㗎啦，冇晒資財人員。呢個未合。所以有點暗火喺度，但係呢點暗火咧唔足以破壞佢，因為藏喺地支裏邊。所以呢個八字裏邊咧有點木，有點火，有點土喺支藏裏邊。其餘啲三合咗冇㗎啦，變成金㗎啦，全部變成金㗎啦，一個氣嘅啫。咁佢八字裏邊既然冇水喺度，所以唔係太金寒水冷。除非佢北方出世，除非佢係黃河以北嘅人士啦，咁就會好金寒水冷。如果南方人出世咧，就唔使太顧忌金寒水冷嘅。大體上呢個都係南方出世啦，大體上都係香港出世㗎啦，係嘛？80後啊嘛。咁香港都係熱帶地方，有幾寒凍咧？我哋要論佢究竟喺邊度出世嘅。咁既然香港出世，雖然12月係幾凍，但不至於落雪，佢係有點金寒，有啲金寒水冷㗎啦。但係唔好咁顧記住，咁我哋想辦法俾佢大用，俾佢大用咧就係取泄秀啦。呢度冇咧就暫時俾50分，因為八字裏邊咧冇所需要用嘅嘢，除非大運俾到佢有。阿 Sir 頭先你講嗰句話。八字裏邊有用神嘅就係中上格，跟住咧，如果八字冇用神咧，就啱啱合格，50-60分，50-60分。如果冇衝突啊冇剩咧，就60分嘅。但係如果八字裏邊有衝突咧，有呢啲人木喺度暗中破壞咧，又再減啲㗎，減極都有50分㗎啦。咁啊！如果大運俾翻到佢需要嘅嘢咧，又再加翻喎，因為大運需要水。大運有冇水咧？咁少年呢度有啲水，少年呢度即係22歲前有點水喺度，所以少年庚子運己亥運咧拍落呢度咧，所以令到金水泄秀。好在邊度咧？金水泄秀咧。由12至22咧，由於金泄秀落個水嗰度咧，可以產生情感，同埋咧金泄秀咧產生咗個天分。泄秀即係喐秀個秀，好似有閉字咁咧。修麗個勢叫泄秀，泄咧就泄氣嘅泄，泄洪嘅泄，叫做金水泄秀。金水泄秀咧。產生咗一個聰明，少年人咧讀書靠聰明，或者靠勤力。佢因為佢泄秀咧，就要靠聰明得啦。因為已經有天分喺度，勤力就唔多勤力啦。點樣先知道讀書勤力咧？如果用觀察管制住自己，呢啲嘅紀律，嗰啲人會好勤力㗎。有啲讀書亦好勤力㗎，好似好乖，父母。坐定定咁啊，坐定定讀書噶啦，嗰啲係靠勤力，用觀察，佢又唔敢越軌，唔敢偷懶，因為有觀察星嚟抑制自己。但係呢個八字唔用得觀察星嘅，因為佢過強啊！你越管制佢咧，佢越反彈你嘅，唔可以正逆迎面嚟嘅壓制佢嘅所以咧就係一定要循循善誘嗱，
循循善誘咧就係等佢講啲道理俾佢聽，等佢明白啦，咁佢識得點樣做啦，呢啲就叫攝受。佢用水嚟攝受。佢先頭咧12歲有土喺度嘅咧，土咧就助長佢個金局，有恃無恐。因為金本身咧用土嚟生金更加強啊，更加強咧就佢所需要嘅嘢咧，佢覺得咧有多冇少啊嘛。變成有恃無恐，可能有點放人。到跟住咧有水咧，水嗰陣咧就開始攝受啦，特別聰明。憑著聰明咧，對於讀書咧佢有幫助。呢個八字咧用水嚟攝受，咁樣就有幫助啦。如果喺呢段時間成才與否，成才與否咧，行水運咧係可以成才啊！我哋之所以為成才咧，就要讀大學啊！咁係人都讀到中學噶啦，80後啊嘛，而家幾多歲嘅？20幾歲噶咯喎，啊，係讀大學讀完噶啦，啊，咁因為有水嚟攝受，睇呢個水客埋落呢度會受到咩影響？你估下會有咩問題咧？原本水咧可以俾佢喐受嘅。佢水金寒水冷，你金寒水冷影響嗰個婚姻感情嘅啫，唔理呢樣嘢住。大運明明行緊呢個水啦，12至22，究竟出咗咩問題？已經遭遇咗㗎。嗱，呢個土生金，土印星，即是媽媽。佢唔需要咁多金㗎啦，阿媽媽咧只有過分關懷，就過分縱容嘅啫。但係呢個水咧，水個名稱叫做食神。哦，咁保持子滅，保持滅子。你咁樣形容都得嘅，啊，因為呢個水咧，第一佢受到己土所逐，因為己土坐喺水裏邊。咁咧，呢個水咧受到上邊抑制，會產生啲水濁。原本水清好，因為水清咧就金白水清咧就會好喐受嘅。金白水清係一個格局嚟嘅，但金白水清唔清，因為有個土喺度。仲有一點會有一個問題，12歲。佢會由17歲開始停喺呢一度，啊，12至22，即係22歲之前咧，佢有機會停喺呢度。原本咧12歲咧，佢先停喺呢度先嘅，己亥停喺呢度，當然冇乜太大影響。但係亦會過到17歲、18歲之間，呢條柱咧就進嚟呢度停喺呢度啦。停咗呢度咧，呢個亥咧同呢個人會有咩關係啊？頭先咪講緊人亥係乜嘢啊？有冇合啊？人亥合化木，暗合咗木局出嚟。人亥暗合咗木出嚟，即係大運咯，亥啊嘛，同原局呢個人一合咗個木局。首先佢本身屬金，木係財星。嗱，咁細個咧就唔講揾錢啦。但係男人嚟講咧，妻財嚟嘅喎，財即係妻，妻即係財，即是話咧會有個感情走咗出嚟，因為有個人物走咗出嚟。原本咧呢個咧就係妻財，即係佢老婆。但係原局咧一生出嚟已經有啦，唔通3歲細佬哥有老婆冇噶嘛？但係原局命中生出嚟已經有，大運一引咗佢出嚟咧就出現咗。咁呢個大運呢個亥咧，壓埋呢度引咗佢，引咗佢出嚟，咁咧就會產生嗰個一段情緣嘅喎。睇下當時嘅流年有冇機會引發咗。由17歲丁丑唔得啦，戊寅唔得啦，己卯唔得啦，庚辰唔得啦。
要透天光嘅，辛字壬午就過咗啦，過咗，因為流年冇助引。冇辦法助引，因為要由17歲嗰條柱先過到嚟，因為17歲丁丑冇人唔得，因為嗰度冇足夠嘅木性透咗出嚟，所以咧呢度感情咧即係謀旺卦嚟嘅，一嚟咁細冇乜所謂，但係咧呢度咧亥水咧令到佢有聰明。啊，咁喺呢個亥水咧，可惜唔係透天光，亥水喺地支嗰度。如果呢個天光有水咧最好，因為天光有水咧，將呢個金咧就將向上泄受向上嘅，咁先至最聰明喐手。反之，而家個地支只係亥水咧，就呢度咧就將啲金氣泄咗落地下嗰度，而冇盡量運用，即使咧有個人嘅天分就冇發揮到，冇充分發揮，呢個係好可惜。喺由18、19歲嗰陣咧，18、19歲至20歲嗰陣咧係好關鍵嘅，嗰陣時行戊土、己土，有啲土性咧就抑制咗嘅，抑制咗個水，唔俾個水上嘅。而流年上咧有兩點木喺度，地支有兩點木喺度，所以喺嗰個流年上咧會木咧係橫灑嚟嘅，係物欲嚟嘅。喺18、19歲嗰段時間咧，過分物欲咧，其實會影響到嗰個學業嘅，因為我哋睇一個人讀書，少年讀書咧，好關鍵性咧就係讀大學嗰2年，入大學嗰2年，大運係好，人係喐手，只係嗰2年咧，除非自己識諗，唔好過分橫耍貪玩。咁咧就憑着呢個大運咧，可以進入咗一登龍門，升價10倍。呢個大運咧係可以讀大學嘅，不過喺嗰2年咧就產生麻煩，係關鍵性嗰2年產生麻煩。呢個八字邊個寫？邊個㗎？邊個啊？有冇讀到大學啊？讀到啦！讀大學嗰2年有冇阻滯先？初入去嗰2年。入去之前有。係啊，入去之前就係關鍵性嗰2年，由即係18、19歲嗰2年啊。啱啱嗰2年有阻滯嘅，都好彩入到啊！都阻咗好多年。阻咗好多年啊！我就係咁話啦，因為關鍵性就係嗰2年。入唔入到大廈就嗰2年，嗰2年咧有土性喺度。阿 Sir 即係話佢個土咧就整污糟咗，整濁咗佢啲水。冇錯。因為取金白水清，因為呢個金白取水清，凡係金白水清咧就顯貴。咁啊讀書顯貴，梗係讀大學先顯貴啦，唔通讀中學顯貴咩？或者讀小學顯貴咩？因為有更高個層次啊嘛。咁如果冇大學嘅咧，中學最顯貴㗎啦。如果冇中學咧，小學最顯貴㗎啦。但係而家有大學啊嘛，梗係向到最高個層次嗰度先至顯貴。所以咧，睇過幾時個八字能夠得到顯貴嘅咧，就係金白水清，因為八字係取金白水清。阿 Sir，咁佢金白水清同埋金寒水冷係可以同時存在嘅嘛？可以。金寒水冷影響到嗰個六親。金白水清咧，只係影響到個人嘅資質、身份地位。越金白水清咧，就越身份地位越提高嘅。原局冇金白水清，
原或者係金白，何來有水咧？如果原國加個水喺度咧，就已經係升價10倍㗎啦。咁因為佢運嗰度12歲嗰度運都係有啲水，但係咧就被濁咗，就有啲唔清咁樣。係啊，咁啊即係撐一步咧，就可以做到金白水晶個顯貴。係啦，如果係12歲呢度上下都水咧，直情係通透啦。我諗嗱，你讀書係1級名譽都得啦，讀到1級名譽嗰啲啊，都唔得係嘛？都叫做畢業係嘛？咁都好㗎啦。你爭咗啲水啊！如果呢個換咗佢擦紙膠，拆咗佢改咗個水字咧。